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12月3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4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亿余元。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60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666亿元。这个数字好像比前一阵子要少，前一阵子都是750亿。恐怕有很多案件到期了就中本执行实际上如果把它全部累加起来，恐怕已经1-2000亿了就是进入执行阶段的这些债务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受这个恒大影响也就是给恒大做审计的叫普华永道，现在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说12月3日基金产品密集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其中仅华夏基金一家公司就有213只基金在同一天换掉普华永道中天。据不安检统计，从今年6月以来，将旗下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中天改为其他机构的基金公司已超过20家，既有华夏、南方等头部公募，也有创金和信基金、宝盈基金等中小公募。基金人士对记者称普华永道此前因涉恒大财务造假案遭监管处罚，基金公司出于业务发展考虑，陆续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这个对普华永道中天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这也是他协助恒大做假账应有的这个惩罚。12月4日，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再添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4.4亿元，涉及合同纠纷案件，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被执行人信息已超过140条，被执行总金额470亿元。这个曾经的叱咤资本圈的、叱咤二级市场的这个野蛮人姚振华恐怕已经没有办法再翻身了。对这些暴雷房企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走这个叫清算程序。当然也有一些暴雷的房企或者即将要暴雷的还在苦苦挣扎最近中原集团施永青在2024搜狐财年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说房地产企业也要救，但是只救项目不救公司，有些企业救也救不活，就要淘汰。大家看视频房地产企业也要救，你不救企业呢，一些烂尾楼出了问题的项目就没有人去处理。最好有一部分企业能够活下来，把原有的团队拿来接触政府去解决问题。你先要了解实际情况。现在也有什么白名单，但是白名单只救项目不救公司，我觉得这个紧起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先要把公司分成3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是健康状态基本上良好，自己可以救自己的公司，不用政府出手。第二类呢就是政府不出手呢，他没法活下去了，但是他的资金裂口不算太大，政府帮他一下之后呢，他有机会活下来的。第3类呢就是救也救不活，或者要救活他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这批公司呢就要让它死掉，因为我们已经开发过度，以后都不用这么多的开发公司所以这批公司呢就要淘汰，把他手上的土地都要收回。这个施永青看来要解决开发过度的问题，一线城市即使不停止卖地，也要减少卖地，减少供应，这样才可以消化存量。同时政府也可以购买存量房用作保障房或人才房，想法是好的，但是你怎么解决政府缺钱的事呢？政府现在没钱发工资，你不让政府卖地，反而还要让政府借钱举债去把开发商盖好的房子买回来，那不政府更没钱吗？不要以为政府是无能是万能的，你给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就是地方政府让他举债，即便他能把那个开发商盖的房子
收购一部分，但是它还是解决不了政府缺钱的事啊。就政府的本来每年卖地啊，那个钱用来发展，用来发工资，但现在这块收入没了，你怎么补？老琢磨着让政府去掏钱买房子，对吧？政府只想掏钱发工资。我们再看一条消息啊，新浪财经报道啊，说上海均价12.9万楼盘认筹率超700%，哇，现在已经对上海来说啊，基本上是楼市是牛市啊，就是12.9万每平米的房子认筹率啊，居然是7倍，这不就是牛市已经回来了吗？说有楼盘看房要提前1天预约，还要200万元验资。11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量放量，据这个易汉智库统计，徐汇滨江板块中海什么9张开盘显房，552套房源认购率约282%，再度触发积分，并刷新上海今年单次认购人数记录。说开盘日观销售额达到85亿元，也是该项目第4次实现开盘售罄。上海黄浦区陆香园天域开盘单日创下78亿元销售成绩。所以大家恐怕都想不明白啊，为什么经济下行这么长时间，对吧？这个高端购买力依然能够保持增长，而且是持续保持增长，也就是这个高端消费力啊，为什么没有枯竭的势头出现？今天那个中金公司的那个财富报告，咱们全国的财富790万亿，咱们14亿人口啊，富豪阶层460万，人均拥有财富6000万，这个460万就是上海楼市就是豪宅爆火的底气。你全国只有一个上海，对吧？这些人都要去上海买房，上海的楼市就是豪宅啊，能不火吗？这460万人虽然啊分散在全国，但是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经济无论好坏，这些人影响不大。影响不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再差，他出手个5000万买套房子，那还是毛毛雨，对吧？就是经济对他影响再大，他买豪宅本身也是一种投资，因为他的钱没地方放，不能存公行，太多了。所以说啊，上海的豪宅给人感觉啊不愁卖，对吧？也只有上海才有这样的豪宅核心地段。所以说啊，这个经济不管好坏，对那些460万个富豪家庭来说，它影响不大。就是买房子这块影响啊，还有生活，比如买点奢侈品、高消费，这个对他影响不大。但是对牛马来说，那就是可望不可及啊。这就是为什么刚需房卖不动，上海的豪宅啊那是日光，但是上海的那刚需房有这么火吗？所谓的中产不到1个亿，是9900万，人均是拥有财富111万，剩下的13亿啊，人均这个拥有财富是2.3万。你说这13亿人，你指着他买房，你指着他消费，人家只有2.3万，要不全上交了算了，对吧？你就是人家全部交了，也只有那么点，大家就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所以现在对吧，这种化债方案，那种化债方案，越化都让那个460万的人呢赚的越来越多，他赚多了有什么用呢？这个13亿人继续啊干着没有收入啊，这就是为什么救楼市啊这个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啊。你主要是13亿人没钱，人均只有2.3万。同样还是上海啊，咱们看今天有媒体报道啊，他说上海市场确实火热，但也并非全是真的。随着9月底至今多轮楼市刺激政策出台，上海楼市迎来了一小波高潮。10月、11月，全市共有22个楼盘认筹率超过100%，市场频频传出热销、日光等消息。这个咱们关于日光盘、秒光这个太多了。然而，当这些楼盘进入网签环节后，部分项目却渐渐露出原形。有项目开盘1个多月后，网签套数甚至不到房源一半。最为明显的便是南山蒲曼项目，位于嘉定主城区板块，开发商来自深圳的南山地产10月26日首次开盘，推出136套房源。根据官方项目信息显示，共吸引到143组客户摇号，那就是超过100%嘛。然而截至到12月3日，距离开盘已有38天，网上房地产显示该批房源已网签57套，仅占所推房源总数的42%。143组客户中，至少有86组仍未买房。你看，这不就是开发商造势吗？什么100%的这个认筹，结果40天过去了，还一大半房子根本就没有成交。11月27日，项目第2次开盘，推出144套房源，摇号人数为79组，比首次开盘大幅减少。南山蒲曼并非个案，
位于浦东北菜板块的西派海上也有类似情况。该项目10月18日开盘，推出189套房源，共吸引168组客户摇号。楼盘开发商为国贸和中国铁建。截至12月3日，网上房地产显示，该批房源已网签100套，占所推房源的53%。业内人士指出上海部分楼盘确实存在认筹火爆、网签缓慢的情况，主要有2方面原因。首先是网签确实比较慢，客户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房，或者认筹后发现其他楼盘更为合适。其次就是楼盘营销为了让数据更好看，因此在认筹阶段掺水，但是网签阶段却无法做到，很多是在造假。今天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这个真假难辨就是一个建筑的承包商或者就是一个包工头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被人截屏，在网上流传。他这朋友圈说啥呢？说的非常悲壮他说终于扛不住了，该认输时还得认输，目前拖欠员工工资，下游工程队100多万，说明他是个包工头恐怕是或者是个小的建筑承包商。他说50年人生从不拖欠他人，非常惭愧，夜不能寐。几家国央企拖欠我1000多万，好话说尽无用。他说没有办法，只有起诉了。起诉的同时，将那些拿了钱不办事的兄弟们，打了个引号兄弟们一并办了吧，从此远离此行。这下面又说了他说02年至17年，地产公司干了15年，说其中经验之一，任何方式的行贿，我必然有证据在手。说在商言商，拿钱不办事的兄弟们，抱歉了，我垮台之时，大家都一起垮吧。这个是一个显然一个地产的这个建筑承包商被这个三角债拖垮了，下游工程队对吧？那些农民工自己的员工工资要结，但是没钱，还欠着100万。上游跟国企央企合作人家欠他1000万要不回来，他就送礼对吧？送礼希望能把这账结回来，但是有人就拿了钱不办事，钱拿了，礼拿了收了，但是这个应收账款要不回来，1000万活活被拖垮，只好打官司要，打官司他也不一定要得回来。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还有视频，赢了官司输了钱，你就是跟这些央企打官司，你赢了一样拿不回来钱，因为他很容易就经常脱壳他换个名字，人家签合同的时候本身就用了什么下面的一个什么新注册的一个什么项目公司给你签的，等你官司赢了，人家的项目公司成了个空壳。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在这个工程这个圈里面，那几个央企就是欠债大户。哪几个央企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数据根据国资委搞的那个负债排行榜，中铁建负债1.27万亿，中铁负债1.29万亿，中交建负债1.34万亿，最后一个就是宇宙最强中国建筑负债2.1万亿。就这4家建筑国央企负债总额就是6万多亿。这个6万多亿当然有很多一部分呢也是银行的贷款，但是恐怕更多的是欠下面这个建筑商或者是施工的包工头的应付账款。6万亿你一半是银行贷款，那还有3万亿是欠的这些工程队，就是刚才那些小老板准备打官司的那些分包商。你想想，你就按50%算，这3万亿，这3万亿结不了，那下面有多少家这种小老板日子过不下去？那有人就说了，那这国企央企他钱呢，对吧？中铁建、中铁、中国建筑，谁欠你的钱呢？这就问对了，地方政府欠他钱。当然了，也有恒大、碧桂园这样的欠他钱。这个中铁建、中国建筑这样的企业，它一般都是总包，他拿项目完了下面分包给那些小老板民企。从这个可以看出你这一共这4个巨无霸这个建筑企业负债6万亿，你就知道这个情况多严重。按照刚才那个小老板在朋友圈里说的，他为了结账对吧，为了要这个工程款，他要行贿。那大家想想，这画债画的什么债政府给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就给这些国企央企对吧总包，这些总包那就看谁行贿行得多就给谁结账。因为僧多肉少狼多肉少僧多粥少对吧？你不孝敬，那到你这没有了，等着吧。你比如说这个新浪财经报道，合肥城建打包出售，总价超33亿商品房。近日，合肥城建旗下3家公司与合肥市安居控股集团旗下多家公司签订合同，
将2318套商品房出售给对方，合同金额达33.32亿元。这就是合肥啊，这个叫安居控股集团，那他是合肥国资委的，他就负责拿着钱收房地产开发商盖好的房子，用作保障性住房。收谁的房子呢？收合肥城建的房子。你看看是不是左口袋倒右口袋？这俩都是国资委的。我在以前就说过，对吧？地方政府收储啊，他恐怕要收这个国企的，肉烂在锅里啊。左口袋倒右口袋，收那个土地也是的，一定收国企的。所以你民营企业，对吧？你想把你的房子卖给政府，这个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可以看作地方政府和地方的国企啊，互相刷单。你先从我这买走，等我有了钱我再买回来。哎，等我没钱了，你再把它买走。这么整，那个债只能是越整越多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经济学人》呢，他刊登一篇报道，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啊，只能参考啊。这个《经济学人》说啊，他直到最近，中国的年轻人、投资者、消费者和创造者还只涌向4座城市：首都北京、金融中心上海、科技中心深圳和出口大省就广州啊。他说这些城市人口众多，公共服务优越，基础设施完善，被政府称为一线城市。他说但到2025年，中国的小城市将开始抢占先机。这个经济学人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一线城市正在失去光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无法负担这些城市的生活，平均房价通常比平均收入高出30到40倍，这些城市的生活质量也很差。许多公司要求员工实行996工作制，就是上午9点至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由于工资过低，工作量过大，这些城市的居民在中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消费减少。2024年上半年，他说北京餐饮业的利润下降了90%，看着这个北京餐饮的这个低迷啊，已经惊动了外媒啊，惊动了美西方了。与此同时，许多2线或3线城市正在崛起，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一流，房价相对便宜，工作节奏也更轻松，他们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按照西方标准，他们认识大城市，许多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而且正在快速增长。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现在正在萎缩。这文章说啊，到2025年，小城市的消费者将成为企业生存的支柱。由于生活成本较低，他们有能力大手大脚的消费，难怪小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咖啡店和电动汽车经销商，经营快餐连锁店。肯德基的百胜中国计划到2026年新增数千家门店，其中一半以上归入小城市。他说啊，明年小城市将吸引更多年轻人。调查显示，白领阶层越来越厌倦一线城市的繁重工作。今年夏天，中国将有1200万大学生毕业，许多人不会在北京或上海找工作，而是在长沙和南京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省会城市寻找工作。这2座城市都吸引了大量的主播、音乐家和艺术家，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将帮助中国的小城市取得技术进步。以合肥为例，它曾经是中国东部安徽省的一个偏僻地区。这老外就明显不懂啊，这合肥是安徽省的这个省会，怎么是偏僻地区呢？得益于政府投资和私营企业，合肥如今拥有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包括高端制造业、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行业。明年官员们将重点发展低空经济，这是中国对送货无人机和飞行出租车的首选称呼。文章说啊，小城市也能提供更轻松的政治氛围。西南城市成都以茶馆、悠闲的生活方式和反主流音乐而闻名，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一线城市的自由思想年轻人。私下里，有些人可能会对国家治理方式表示不满，然而这是一个首都北京的至高无上地位仍然不容置疑的领域。这个经济学人啊，他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的。你不能不说啊，他这看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啊。确实啊，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年轻人压力越来越大，主要是房价跟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刚才说了，你看上海17、8万1平米的房子日光，但是很多对吧，刚需房反而这个销量
非常差，卖不动，也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钱，996打工仔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业，这些人他被迫就要离开北京、上海。一旦失业了，他在北京、上海那怎么办？房价那么高，没有立锥之地啊，所以有很多人他就会被迫这就回到小城市。实际上，这个对年轻人来说，现在在哪儿安家，在哪儿待着，主要是看工作，对吧？哪儿能解决你工作，你就跑哪儿去，只能是这样，对吧？如果你在北京找不到工作，那你在北京待着有什么用呢？年轻人尽量在北上广深这些地方找到工作，对吧？尽量的，虽然工作不好找，但是你回到2线城市，工作也不那么轻松，也不是说你一去就能找到工作，工作也更难找，待遇更低，对吧？假如2线城市工作好找，待遇还高，它就不是2线城市，它早就发展成1线城市了，它的房价跟北京、上海是一样的，对吧？它之所以是2线城市，因为它的工作更难找，工作机会更少，工资待遇水平更差，没毛病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到了2线城市，我到3线城市，我到5线城市，我工资跟北京一样，找工作跟北京还好找，怎么可能呢？那不大家都去5线城市了吗？那5线不就变成1线了吗？所以记住了为什么是2线，为什么是3线，是有原因的。所以说来说去对年轻人，无论你是在几线城市都不轻松，就只要你还有希望，只要你还有想法，你无论在哪个城市，你都不轻松。所以总体上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在1线城市。你越到低能级城市所谓的岁月静好，那都是假象就像很多人最终回到农村一样，认为农村是解决兜底，对吧？最后一站，实在不行回农村。有人可以回农村的有人可以在5线城市活得很好，那是自由职业者，对吧？他的工作在哪儿都行，有网络就行了。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能力，对吧？你的工作机会只能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这个经济学人呢说的南京，对吧？合肥、长沙、成都，那这些地方本身它就是新兴城市，很多年轻人在北京、上海觉得竞争激烈，不愿意在那待，他首选的恐怕就是成都合肥这些地方。但是记住了，一旦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龙头不行了，什么合肥、成都一样的都会不行。只是这个含义从头部，对吧？从上海、北京传到南京、合肥要点时间，再传到下面的地级市，再传到县城还要点时间，对吧？在2019年、2020年，当北京、上海这些白领都在那儿抱怨压力大的时候，那个县城里可是歌舞升平的，那县城的这叫贵妇经济，那发展的还是如火如荼的。为什么呢？这种含义传导到最基层要那么一点时间。总之经济学人认为2025年更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去小城市。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年轻人放弃了，逃离北上广这是一种情绪，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就像救楼市一样的，9月底楼市新政，那只有北上广这深圳，对吧？这个楼市有反应，你其他地方楼市没有任何动静，真正的实现了躺平。所以年轻人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就是你的职业，对吧？来选择去什么地方发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